現在我哋火化由香港市民簽署嘅吊唁冊，以祭六四死難同胞以及四川大地震死難同胞在天之靈。時至今日，香港仍然係中國境內極少數可以高舉燭光嘅地方。就讓我哋舉起燭光，為六四嘅死難同胞獻上我哋嘅尊敬同埋懷念。我哋一齊唱《祭英烈》。不宜亂今一起相對，要屈世英烈，再先中共學悲憤。我哋今晚全部嘅捐款都拎去俾香港紅十字會，轉交俾救助四川地震嘅災民。今晚我哋會通宵點數，聽日就會將所籌得嘅款項嘅總數咧返去報館㗎啦。我哋約咗紅十字會係喺6月13號，將我哋全部嘅捐款，包括咗街頭籌款、遊行籌款同埋今晚嘅籌款，全部捐晒俾四川大地震嘅災民。有朋友擔心我哋支聯會今後嘅經費。我哋好多謝佢哋，呢啲經費請以後捐去支聯會嘅戶口，喺今日之後捐去支聯會嘅戶口，喺我哋嘅長案當中登有我哋嘅戶口號碼。不管幾咁艱難，支聯會一定會堅持下去。堅持下去，戰鬥到底，堅持下去，戰鬥到底。出年就係6四嘅20週年，支聯會已經展開籌備工作，陸續會將計劃公布。請明年大家更加踴躍嚟參加我哋呢個燭光集會。
我哋亦都喺度呼籲大家同胞，係7月1號7一大遊行，大家喺維園再見好冇？好！我哋爭取中國民主，我哋亦都要爭取香港民主，我哋會堅持一路爭取民主，直到勝利為止，好冇？好！7一大遊行，下晝2點半，維園見，不見不散。留低參加。大招！我哋真係見到好多市民咧幫緊我哋手搬緊啲嘅鐵馬，唔該晒你哋。